来看今年的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，嘛将对性别平等教育法修正草案做讨论。部长潘文忠表示讲，草案中规定讲，教职员袂当甲学生发展违背专业伦理的关系。高中以下学生因为未成年禁止师生恋，已经成年的大专生，就爱看敢有权势关系。 教职员甲学生发展违反专业伦理的关系，两人单恋爱到底敢爱全面禁止？教育部长潘文忠指出，性别平等教育法修正草案会以成年甲未成年做标准，未成年学生全面禁止，成年会以敢有权势关系做判断。比如是因为担任教学、指导、训练等等的相关包含工作机会等的分配，这一些因为透过权势的上对下权力不对等。 违反教育的专业伦理。老师甲学生单恋爱规范为防治准则提悬到法律层级，毋过若是成年学生入学进前甲老师就是男女朋友，到底要安怎界定？潘文忠讲会阁邀请相关单位讨论，针对这种状况提供指引。 对于实际发生的情况，这部分呢，我们会就事实个案，来做。如果有，比如是被检举或有哪一方有提出来，我想就会即刻进入到我们这个调查的这个相关的程序。 台北市教育局副局长陈秀慧表示，有白纸黑字的规范，会当互老师知影无任何空间会当软空芳。不过学校内底临时人员因为无受到正式的规范，无一定清楚爱有责责。 不管是不是有受过正式的适配，在进来校园之前，就是还是要做一些就是教育训练。潘部长强调，这摆性平法修法列入关键学校甲矫正学校，若校长甲职员对学生性霸凌、性侵害、性骚扰，会处罚甲罚款，计全部外聘受专业训练的人员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